事情，进出出的听从中好，但是在生活上常常会遇到懂给的事情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这样才不会忙中出错。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懂给很急的时候，他一定需要帮忙，这时候你可以问亚迪巴唐后溜，你请给黑某，你请给黑某。你请给黑某，你很急是吗？去看看怎么用。来，你请给黑某，你请给黑某，你很急吗？喂，你请给黑某，你很急吗？我问你，你都听不到啊？我当然很急啊！现在啊都已经3点了，我卡住下午3点半以前啊，一定要把纸条吃掉，汇进去银行。哇，我另外一张纸条吃掉就会跳票了吧？可是我再找不到，下午3点半以前，哎，那快到了嘞！给啊！帮你看看哈。哎，你讲嘞？黑亚不？是这个吗？对耶，怎么在你那里啊？你来红亚没啦？地上捡的啦。哦，好，我来不及了。哦，亚黑啦。哎呦，你笔的存折没带啦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这么急，这么慌张，等一下东西都掉了。我帮你看啦，整个桌子乱七八糟，哪有女生像你这样？哎呀，毛是这个吗？我偷走了。什么？我把你偷走？在这上面拿的啦。哦，哎，好了，抱歉呢。复习时间。你很急是吗？你请给黑某，你请给黑某。下午下租，支票，纸票，存折，都金铺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行專業客家 V&B，本人客家中央嚟講客家吧。